昨上北上大雨，新店有山壁放落去，有几落台汽机车嘛拢对咧厝落去山行。家人幼儿园的老师去互家长指控苦毒囡仔，唔但电囡仔手骨，甚至阁用脚甲囡仔斩。行政院按说要互退休的军警进入学校调查毒品，有民团就澄清讲爱保护学生的个资阁有身份。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9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昨上北地区这西北河是车通道，新店有一大片山壁放落去，这画面看起来是真惊人。有几落台汽机车嘛拢对咧厝落去山行，也若这落落去的所在是大约有30公尺深。新北市府已经封路抢修，嘛随时监控状况，避免搁再造成灾害。山坪土石松软，向阳开始震动，山放落来，车嘛当街落落去。新北市新店新埔一家18发生土石流。雨下很大，就是它含水量一多的话，它就是整个突然一瞬间就崩下去了。我现在才要搬，但是昨天晚上才看到新闻，我有一点紧张。崩塌的面积不加大，20公尺长，30公尺深，4台机车差不多好抬起，一台车掉伫山壁。看这个崩塌的所在，就伫家己厝的社区外，住户难免的紧张，通行完有影响。下去那个市区的话，后面还有长春路啦，当然是一定会比较不方便一些。你要往台北这边是最方便的，放大都没有办法。现在不能下台，然后从后面好吧。放落来大面积的土石冲落去下骹车路，警方关切出入，因为这个事故专家判断降雨后强降雨有关系，尤其现场土质松软，惊会落大雨，灾害会扩大。水沟本身可能有些渗漏的现象，那加上近日的豪大雨呢，产生一个瞬间的崩滑，极有可能这个道路以及下边坡的是属于回填土。边坡已经帆布先遮盖起来，然后也装设这个。倾斜仪啊，就是说，如果有影响那个每10分钟，就是这个建筑物有没有位移都会知道。社区建物经过评估，虽然暂时无危险，不过市府相关单位也是加紧抢修，同步加装监测仪器，提高戒备。103天完成铁壳架设，冻开条。船土石放落来，降歹厝内汽车，家人的通面街19早起嘛传出土石崩塌的事故。面街后壁的山坪向规大片崩落来，正是土石灌入去厝内，好在再无人受伤。阻挡到道路通行的树木，还有一些落石先移除。还好的是，这个崩塌地方因为这个目前没有住人，所以没有人员的伤亡。好亲像连续几天落大雨，这个因素地区发生灾情，目前已经成最好安全的维护，因为土地有牵涉到中央，所以后续会阁做伙来抢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海峡论坛是一直拢互陆委会认定是中国统战的平台，即摆毋但台东县长廖庆连录影片参加有违规的记录，另外5个农业团体嘛因为去甲中国签约，互陆委会点名，希望农业部调查。他现在冰的世家吃起来感觉怎么样？人下讲冰过往来食起更加好食，经过农业改良，适合冷链运输，也符合外销市场需求。伫台东种正多，不过陆委会副主委刘文杰讲，台湾人拢不爱食，或地方食不完。凤梨世家这个产品啊，台湾人几乎不吃，可以说是一个完全要养中共鼻息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然后中共时不时他就看两岸的政治状况，他就把你断掉。有一句话叫做“三明歹势，今仔起来三没歹势”。习惯他当时喜欢吃凤梨世家的副总统，他现在当了总统之后，它就变不好吃了吗？代志一开始是台东县长廖敬廷这群用录影的方式参加被认定是统战平台的中国海峡论坛，提倡台东的往来食客，结果陆委会因违反《两华人民关系条例》相关规定，请内政部查处是不是算合作行为。陆委会也掌握5组农业团体去海峡论坛签约，有台湾农产共同协力运销合作社、协春水产、南投县农会、天威农业科技加花莲县农会，对合约内容。订货量，一个对台湾农业的影响，农业部会提意见给陆委会。我们南投县农会没有参加
海峡论坛。好，陈先生一起讲到香港这里，签约的内容里面也没有说要买多少茶，要买什么都没有，只是说要把那个茶博会、农博会、猪摊位这个事情缩短它的流程。花莲这边呢，其实有几大那个农特产是特别需要关注，其中是文旦柚的部分啊。其实我们只是受邀，没有签任何的文件，都会积极希望说所有的这些市场，那可不可以协助我们？中国也伫海峡论坛宣布，依照进前的对台10项措施，会买台湾的文旦柚、往来适客等农渔产品，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就有机会继续扩大。农业部是讲，农产品外销无hiệu，唔是有人买就欢喜，应该找会当依靠有质量、会当长期合作的贸易伙伴，也希望中国应该伫咧海峡两化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协议平台正式讨论，遵守国际贸易规范，也有科学原则。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又搁出动海警船装入金门禁限制水系，甚至搁拿这系统禁调来暗砍行踪，而且因搁用科学研究来做理由，连续3天伫咧台湾东部海峡展开海洋调查。咱的海巡署除了甲军队监控以外，也批评中国安尼做是咧破坏区域和平。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5月最进前4台中国海警船，佫想要装入来金门禁限制水系，佫挑工甲船只的自动辨识系统关起，暗砍行踪。咱海巡放送驱赶，双方经2点外钟。中国自然资源部10月也公告，因的科学研究船向阳红22连续3天伫台湾东部海峡进行海洋环境调查，要全面了解管辖海峡的自然生态状况。是进前中国以日本、菲律宾以日谈判做理由，派几多台船舰钓，搁再侵了咱东部海峡。海和平攸关全球经济的稳定及科技产业的命脉，一旦发生冲突，你方将会受到世界的制裁。海巡派男士间并行监控，叫中国不应该破坏台海和平，也暂停掌控向阳红利的动态。学者认为，中国最近对咱东部海峡动作真多，是想要形成近海治理的模式。他会希望用频繁各种不同的船只出现在这一边，对我们造成一个压力。水下的一个水文调查，会对于他进行这一个潜舰的作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料。中国威胁愈来愈严重，自美国代表有大雷接受美联社专访时阵讲，台湾需要买美国的武器，增加咱自我防御的能力。We are aware that we need to defend our homeland because it's our responsibility. So we will not wait and depend for the U.S. cavalry to come and save us. So that's why we're willing to acquire, to buy U.S. equipment and arms to make ourselves stronger. 有大雷讲，咱尊重美国审议军事法的停书，也相信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无改变，也讲台湾会继续增加国防预算，展现咱国防自主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提出2100亿的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副总统萧美琴呼吁朝野就要来支持。不过国民党是按算要提出另外一个版本。也总统赖清德是强调讲，台湾甲美国买军备是展现一体防卫的态度，台湾会甲国际做伙来维护区域的和平。总统赖清德18甲国际媒体见面，讲到确定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无改变，强调对美国军购是展现一体防御、责任分摊的态度，要甲国际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同一天，行政院也确定2100亿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言18发甲跨党派立委见面的相片，感谢条件支持军购加发展无人机产业。副总统萧美琴19发文强调支持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是和台湾的产业加国防深度结合的关键一步。要在立法院跨党派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讲，会甲美国说明台湾正继续伫咧强化自我防卫。无人载具的部分，我们是希望说，行政院国防部这次提出来的这个特别预算特别条例能够来去通过，来补齐我们之前无人载具的部分。个人非常支持
国民党要提出自己的版本，大家来协商，集思广益，找出最好能够扶植无人机产业的无人机条例。第3个访问美国的罗秀员讲，要建造无人载具产业，正做后一座护国神山，朝野对台湾发展无人载具拢有期待。每年掌握敌舰的动态，中科院所建造的金鸿1型无人机，虽发射反制，无人载具是现代作战唯一欠的一部分。陆军已经在台湾本岛北中南3个作战区拢成立无人机大队，听讲7月也会在外岛成立无人机大队，所在地平湖。30到40公里讲都不是问题，换算成以前的拖曳式火炮来说呢，至少翻了2倍以上。拖曳式火炮节省下来的炮班主任用于改操作无人机，或是说你把无人机当做一个长程的炮弹来运用。专家肯定国军甲无人载具推送到外岛防线，在战争时阵无人机舰的机动性是比拖曳式火箭更加有效。虽然无人机载武器无多，但过照射到敌舰的重要部位，像船尾控制方向的准度，敌船就无法度叮当，做到用水拍大，以量制胜。记者综合报道。5日在连假上北的市长参选人摒势走行程，先来看台北市，民进党的参选人新北杨针对昨上大雨的情形，呼吁讲着要注意这防淹水的工程。也若市长蒋万安是拍拼来进行城市外交。新北的部分2位参选人是针对无人机的议题提出因的看法。对高声伫白灵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辛北阳头一届挑战白灵船比赛，因为大台北地区18午后对流分溪发展旺盛，落大水雨，将一所在发生积淹水的情形。辛北阳呼吁应该要注意预防大水的工程状况，嘛点出建尾起工程，甚至相关的东大牌拢要注意。因为大部分的工程我看都是115、116、117年完工所以呢，我们就是逐步的检验，希望钱能够花在刀口上。台北市长蒋万安是伫摒城市外交出席2026台北国际龙船锦标赛开幕典礼前，先去荷兰在台办事处的档，甲荷兰驻台代表普勒斯，甲欧洲驻台副代表司徒安做交流。我们也很高兴，我们龙舟锦标赛得到了包括国际间许多大奖，让我们在地传统的文化站上世界的舞台，让世界看到台北。新北选战的部分，因为下来拢总有超过50间无人机重点相关厂商，行政院18确定规模2100亿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规划5年来购买各型无人机，嘛将做地方选战的攻防焦点。我绝对支持让这个我们新北的无人机的产业能够发展。国防安全是应该不分党派共同支持的，共同来维护台湾的民主、自由与安全。针对李四川18出席延果51的活动，故意泄露无甲苏卡辉小姐问李四川经办摕影片，讲2个人当时去互人顶隔开，煞互人安尼解释。苏卡辉是讲，可能是引导的路线方向无共，活动顺利进行上重要。记者采访报道。做伙来关心地方的消息，伫咧嘉南7岛有一间准公托幼儿园的老师，去互家长指控苦毒囡仔，毋但正大力来电囡仔手骨，甚至阁用骹甲囡仔站，造成乌青，而且阁毋但一个囡仔受害，学校煞哪像咧甲斗暗砍。嘉南市教育处表示讲，已经有保存监视器的画面，会阁来调查清楚。摕囡仔身躯顶拢是乌青的相片，一个家长指控嘉南市7岛区一间准公托幼儿园的老师不当对待因读中班的后生，因为囡仔无困到，老师就正出来给伊念手、起骹动手。伫监视器看到受害囡仔毋但一个。我看了短5分钟里面来讲话，其实包含我的儿子就已经有3位小朋友，我认为是已经不正当的一个对待方式。躺在地上的有在就是也不睡觉，然后可能在那边动，他就用脚踹，但他这边还是说他没有踹他，是因为脚抽筋。家长正生气，讲这个老师事后一直辩解，也这个园长知影代志拢无管。几多位共班的家长知影消息了，赶紧问家己的囡仔，才知影囡仔也捌拄过这种情形。推我女儿，老师用推的，差点撞到厕所的那个边角。老师有威胁他们讲说，如果
回到家跟爸妈讲，那爸妈如果有打来学校的话，他们隔天到学校就完蛋。贵人市政府教育处讲，接到通报了，随派人去幼稚园了解，当场调看并且保存录影画面甲事情，要求幼稚园袂用安砍损毁或者是变更相关资料，若是确定有不当对待情形，会依法采取涉案人抑个幼稚园。维护孩子的身心的健康跟安全是市府最重要的责任。那我们一定会非常严正的看待这一起的案例。我们就是全力配合教育处的调查。那么该位老师呢，有争议的老师呢，我已经停止他的职务了。这间幼稚园的园长讲，已经暂时停止这个老师的职务，但主管机关调查也会检讨园内的监督管理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昨有驾驶驶蓝马空车要越过路口的时，那像是因为这速度伤紧，转兵车险啊去缀到当咧等红灯的奥多摆，加在这骑车民众是闪了真紧，才无造成严重的伤亡。监视器画面中，蓝马控车准备转弯，技术速度伤紧，规台车失去重心，当场并车，边仔有3台当咧等红灯的奥多摆，骑车民众看到赶紧走闪，好佳在只受到轻伤。有3台摩托车倒下去，好在没有压到，只有一个欧力上受伤，已经就医。现场就是一台一般普通车，然后跟3辆的摩托车，然后其中有2人。有送医一个是一般民车的驾驶，另外一个是摩托车的骑士另2名摩托车骑士是没有受伤。代志发生伫拜四下晡，新竹市的新德路路口，蓝马控车驾驶是25岁姓郭的查甫，并车了车顶的蓝马控就直接流去大路，消局赶紧通知清洁队到场协助处理。经本队同仁到场处理，确认肇事驾驶驾籍正常，无酒容酒气。警方在此呼吁各用路人行经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以免发生交通事故。经初步调查，蓝马控车驾驶并无啉酒，事故原因技术是因为转弯控制无好才会并车。好佳在迄时骑车的民众反应有够紧，才无造成重大伤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最近的天气侪变化，有时凉冷，有时热。俗语讲，陪食5日节粽，破喉唔甘放，就是咧讲这5日节过后，天气才会真正来变热。今仔日是连假头一天，各地嘛有影是真烧热。气象署讲，续来规礼拜拢会是好天，不过要注意火烧风。连假嘛有真侪人拢会驶车出门佚佗。今仔日国道路南的方向嘛是大塞车。国道5区所有交流道、苏花街这重要路段，早起就有交通疏导了。今年5日节连假头一天，袂少人要回乡也是出佚佗。高公局有估，连假头一天国道全线交通量大约是118万车公里。也来到下晡3点为止，国5南下雪山磅空通过量有29000多台次，比去年5日节同期增加7%。有估20，也就是5日节连假第2天，国道5区可能出现上百的车流。明天是端午节的第2天，早上会是以南向的车潮为主，到了下午则是会开始出现北返的车流。以国5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而言，在早上的6点到下午的3点间，会有车多拥塞的状况。在天气方面，气象署讲，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加西南风沉降影响，未来1礼拜各地天气好天稳定，高温大约33到36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瓦群山区内陆、花东唱国甲台东，有机会出现局部高温超过36度，提醒民众要注意日头晒、加啉水。普遍各地的高温都来到33到36度左右，那尤其在局部的地区，可能会有36度左右或以上高温的情况。也来位伫关岛附近海边的热带扰动已经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上近20生成为今年第7号的风台米克拉。上星有报显示，风台会继续对台湾方向，也就是西北西来，也毋过会伫菲律宾东方海面来西北。预计1礼拜可能转做中度风台，伊有离台湾也有2000多公里。气象署会继续观察伊的发展，也佮行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当年的旧历5月初5到初6，淡水清水祖师的吊颈来祈求平安。这个活动又搁互人叫做淡水大拜拜，是地方真重要的代志。今年伫6月19到26日举办，阴暗的暗访甲明仔载日巡是活动的重点。伫淡水的南北县嘛出动1000人来参加，这是历来上大的规模。
淡水清水岩祖师爷绕境，也都是一般咱咧讲的淡水大拜拜。6月19下晡3点出巡，淡水8年的南北燕毛队咧绕境。南北燕讲，即摆2天总出动换1000人，是历年来上大规模。另外，各淡江大学教授组团，招学生对咧行，希望大学生透过参与，了解民俗活动的精神。即摆因为咱加一寡少年囡仔来加入咱南北燕，增加足侪活力咱变有一寡新的想法。咱有新的艺定，家己都训练出来所以咱每年都出来就努力咧。接触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开始。如果开始大拜拜的时候，就会低卡顶完学生就讲这差交通不便但是透过这个活动因开始去了解这个民俗活动的迄个精神个精髓在哪里。庙方讲，淡水大拜拜照境活动已经传承800年，是淡水地方逐年的大代志。嘛是新北市的无形文化资产。绕境活动逐年伫旧历5月初5日这一天举办暗访，拜6办日巡，透过新民出巡，保庇地方平安。今年伫拜5、拜6连续举办2天。目前报名的就已经2万人今年又创纪录了，佮比旧年较侪人。那5月初5今日是暗访，明仔载是日巡，主要是明仔载5月初6是咱清水祖师的得道日。清水祖师绕境活动上特别的是暗暝举办的暗访，清水祖师也会带领阵头绕境消灾解厄，拍算会吸引侪信众参与。另外配合绕境活动，淡水市区19到20部分路段会实施交通管制，禁止毋是淡水市区住户的车辆入来，公车路线嘛改道，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记者郭金宏指讲淡水报道。屏东新园乌龙村有一口超过180年的古井，逐年拢会请真侪人去底午时水。传讲是因为伫咧当地捌拖怪病，毋过使用这良性古井水了后，病就好去啊。到即阵便若是5日节，民众就会载水返去啉，返去洗身躯，祈求平安顺时。议长周典伦和新园乡长5时1到开始进行祭拜仪式，拜了拍开古井挂，水桶水向下面弹落去，安尼抢的水才会当装满，就开始会当取5时水。屏东新园乡乌龙村出名的良性古井，今年5日节同款时间也未到，就足侪民众炸水桶走来排队，要载5时水。这口古井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嘛有袂少传说。清朝时代，顺讲这种是因为妈祖指示来挖的对吧？清朝指示妈祖指示来挖的水，就有这个治疗的这个心结啊。前总干事表示，这口古井伫遮超过180年啊。细汉听长辈讲，是居民受到妈祖指示，伫乌龙这附近开井予居民用，甚至嘛有人讲，因为村内捌拖怪病，求医无效，使用良性古井水了后，病就好去啊。事实就甲传统延续到即马，5日节就有民众来载5时水，祈求平安。伊水质，甲咱普通时间起来水质是完全无同款的。是，那个水特别好。你口啊会，伊讲也当辟邪啦，洗净我们的身体啦。回去的话，先用一点点，然后煮沸喝，然后再用一点点让家里面洗澡，剩下的留着。地方人士讲，良性古井一直是地方重要的文化活动，取5时水嘛办超过20年啊。除了延续5日节传统，屏东县政府今年嘛举办画图比赛，吸引地方国小学生参加，让少年世代认捌在地文化和历史故事，嘛让良性传说继续流传。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台南有警察伫咧巡逻时，发现有一个查甫人骑车安尼撇来撇去，哪像是只独驶车，要甲查落来，伊煞吹油门要让讲，后来是成功压制。另外，伫咧关公区的电火条啊，最近发现讲有人咧乌白大纸摕毒品的名伫咧滚耍笑，市府表示讲会加强来稽查，依法甲重罚。一个姓林的查甫人，昨日下晡骑多摆载朋友经过台南安南区安中路一段，互咧巡的警察看到伊骑车撇过来撇过去，在路骑车那久咧说，当场互执行勤务的警察查落来看，不过这个查甫人就假无意停车，后一秒煞油门吹落去，拼势要旋走，当场互人扣落车压制。过程中，安中派出所所长因为砸车造成骹手刺伤，有送病院。落尾警方伫当场查到第2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含
含相关工具等证物。经初步检验，驾驶及同行男子检体均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 侦办移送。但日前法务部才审议通过，要甲俗称丧尸分段的第2级毒品依托米指定新型毒品，改做是第1级毒品，全面要重罚。无疑5台南的观光街区赤坎楼和海岸路这带，却出现真侪真搞怪大纸，变电箱电火条，互人大这写南无依托米子的蓝色大纸，甲毒品摕来讲耍笑，再让变相安尼会重创府城的观光形象。这东西其实是新的毒品，他再来会觉得说，我们这样都实在很有碍观瞻、有碍市容，真的觉得说不应该，这个东西应该把它消除掉才对。对观光客、外国游客来台南来讲，其实都是不好的行销。希望台南市政府可以做一些相对应的措施。针对观光区互人恶意打这毒品的相关大纸，台南市政府强调，这款无经过申请、家己大主大意的广告，甚至迫害公务行为，拢已经犯法。因后续会加强稽查，嘛依法重罚，嘛呼吁大家要爱有公德心，爱护城市的环境。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行政院按算要成立中央指挥小组来阻止毒品入境，互退休的军警做第5级保全进入学校调查毒品。中民团提醒讲，要注意保护未成年学生的个资甲身份。也教育部是回应讲，兼顾师生的权益，会甲对校园的影响降到上低。小青丧尸演段的依托米子类新型毒品，即阵渐渐流行，已经提升做1级毒品。行政院推动修法，包含加重戒毒赛车刑责，以防性吊桥顶，要建立4个扫毒风线，1加4个17万，包含各县市警察局调查站宪兵学校，其中有校园内无警察调查单位。政府要推撒第5级保全纳入退休军警人员，具备有安全防护的概念的一些军警人员，这些退休以后进入到第5级保全，学校必须要跟警察单位签订资源协定，也就是有情资的整合进来以后，那警察可以进入到学校里面来做查缉的工作。对于设立第5级保全，调役立委正面看待，不过嘛烦恼校园为教育现场变做执法场合，若是处理不当，恐惊造成师生的紧张。行政院愿意编列预算让校园可以多一些校安人员。然后由退休军警来担任，这个我支持了。但这个编制必须要归学校系统来管，而不是说成为军警系统的在校园的派驻单位。那这个当然会引起校园恐慌。过去确实警方入校园是有相关的禁忌，但是只要是能够校方跟警方能够把教育单位跟警政单位做一个好的横向连结，大家有高度的共识，后续就是执行的问题了。全国教育产业总监会提醒，相关的配套嘛应该重视未成年学生的个资甲身份保护。另外嘛，呼吁要防止毒品流入校园，除了根本的源头管制，其实家庭嘛爱纳入防治体系，互预防网络更加完整。很多的弱势家庭、单亲或者是高关怀、可能高风险的家庭，可能这些家庭出生的小孩子，他特别需要关注。建议行政院应该有第6级保全啊，就是家庭教育法这一块，还要再去更深入的要求家长的责任才对。教育部回应，即马已经甲竞争单位合作，伫全国3627间学校建立9192位巡查热点，后续原来配合行政院政策，建立明确即时的联系资源管道，甚至跨机关合作。那相关作为原来兼顾校园自主、师生的权益，降低对教学甲校园特殊的影响。记者采访报道。国内标出有13间银行的行员甲地政士斗空，受科比上来协助因招客户，拢总有要70个行员互人约谈。专案是也搁咧调查，毋过有专家认为讲，这代志可能无遮尔单纯，恐惊搁有案外案，革命检警就要来彻底调查。民众买厝钱无够，袂少人会用不动产抵押贷款，也毋过因为即个抵押款设定登记较复杂，过去袂少银行会替人起来介绍代书来办，无想这流程即阵真侪缺失。国内标出有13间银行行员涉嫌收这个 commission。明令禁止行员收受任何形式的回扣与佣金。那本案经初步掌握了解，应该是属于个别从业人员没有依照银行的规范所致。
根据了解，若客户想要办不动产抵押贷款，按照标准流程，大部分会经由代书代办，也过有不少地政业者为着想要另外招这生意，私底下乌西银行行员，争取稳定而且大量的客户来源，也若收commission的行员，也替地政业者来讲好话。基本上这个话术就是说，可能是某某人推荐，或是我推荐的，然后呢，他的办事效率可能比较快，房地产交易量萎缩急动非常严重，所以。不只是中介的生意受到影响，连代书的生意也同样受到影响。听讲，专案总共70个行员，互约谈今年期间不法的金额有上100万，检警17亿违法，银行法约谈10案的银行行员。访问了后是2万到17万块来交保，专案也伫调查中。也过未讲明代书，确实认为讲一般案件代办费敢若5000块顶额啊，确实费起费达乌西无合理，建议检警彻查。可能就因为要拉高，可能就会从，比如说是买卖的借款的部分，他会就从买卖的价金把它拉高，也就是做不实的契约价格，议政式的报酬就拉高，拉高以后再抽佣给那个银行行员。将金管会要求10万的银行，伫7个营业日内底，也是6月2号进前，用公文说明详细调查甲处理改善的做法，也讲专案毋是由金管会来移送，更加做详细情形，也等待调查结果出来。记者综合报道。5日这股市休困，不过昨台股收跌的46465点，是个创新纪录。台指期夜盘嘛，冲到47565点。本 AIS 这台股的市值是一直伫咧成长，强要拼过香港，成做全球第4。台股最近气势当前，5日这连假进前18收盘起到46465点的新高，台指期夜盘也延续气势，开价46751点了后，盘中欧平红收盘47565点。亚洲其他的股市19日经指数开悬71551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也开悬9288点。最近亚洲各个市场拢和 AI 商机带起来，各界拢关注台股敢成借这届冲起来全球第4名。是有机会会往上去做挑战啦。那我觉得其实后续要看的基本上就是全指股的表现。香港股市的结构其实本来就是以金融跟地产为主啊，科技类股在香港的市场当中，过去其实一直并不吃香。目前全球股市各大上大市场是美国差不多75到79条的美金，第2名是中国15条美金，刷落去是日本有8.6条的美金，香港若敢若算证券市场主板差不多是5.9条的美金，那台湾只是5.1条的美金。不过，专家也提醒，全球股市因为美谈和情绪起悬，另外外界对台湾产业的高度期待，也让市场的股价偏悬，要继续注意未来的变数。金管会是不是有去检查？这个我不晓得。但是中央银行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注意而已。十八央行也特别点出证券融资成长的状况，强调台湾经济基本面真好，不过信用扩张的情况要密切注意。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全球平均 GDP 的排名，台湾伫第22名，9767亿美金。若是未来超过波兰1.13条，瑞士1.15条，就会当徛起哩全球前20名。4到5年内可能会往15名、16名这个位置推进。AI 的产业革命，它会持续好一阵子。台币走强的话，那么对于 GDP 的计算会更有利。总体经济学家分析，台湾总体经济参像是水球啊，抓断点，实体经济甲投资市场双双拢是正向的爆发性成长。不过，佫需要关注能源自主性、人才欠缺等等的问题，才有长远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为着防止司机赛车时伤过疲劳，即马是有规定讲游览车一定要到一个身份识别的设备，透过 GPS 甲路卡机器来记录司机的资讯，看是当时上班、当时下班。不过所传出讲，这款设备颠倒会去干扰着车辆的电脑，恐惊是会影响安全。驾驶员工会就按算要发动集体诉讼，甲厂商讨赔偿。国内真侪大型团体旅游会选择游览车，为了防止游览车驾驶伤过疲劳，今年元旦开始，所有游览车要强制加装驾驶身份识别设备，透过 GPS 搭配路卡机，将合格记录驾驶员的资讯，通确保驾驶工作袂超时。不过，新制上路半年外，传出真侪件好亲像路卡机甲原厂车电脑产生干扰，车辆发动就会出现各样。速度会降下来啊，有时候你上坡啊，还是怎样啊？一下子想用
马力没有出来，线条的问题这样子啊。新北市游览车驾驶员这个工会讲，国内大客车的电脑系统大部分是照原厂设计规划进口，另外若加装非原厂电子设备了后，驾驶员汇报出现真侪各样的状况，其中以欧洲车问题上侪，像讲档位错位乱跳、电片无故障、延刃马力无稳定、液晶荧幕有当时会转乌顶，烦恼可能对行车安全造成影响。从这个层面的话，你就会造成司机在行车上的压力，他没办法专心去把车开好，把客人的安全处理好。整天就是一直在看那个驾驶萤幕。驾驶员这个工会讲，全台湾差不多有1.3万外台游览车，已经有接到10外件案例申诉。未来无排除发动集体诉讼，向设备厂商求偿，甚至向强制安装的公路局求偿。公路局是回应讲，初步掌握差不多有20台游览车，好亲像发生车故障的情形。车机设备厂商当地查清楚车故障的原因，是毋是甲车机的设备有关系？记者采访报道。地向放送头来看苗栗南庄，昨有人伫咧街头连续开21枪，民进党关议员陈公显的选举扛棒，甲2间邻家厝的铁门是拢去互枪击光过，加在无人伤亡。警方初步判断是2派人马起冲突，甲选举无关系。伫咧透早，电眼翕到10外架轿车经过店前的巷仔内，响响蹦蹦蹦开枪的声传出来，连猫仔狗仔拢走咧旋。苗栗县南庄乡18发生枪案，嫌犯伫咧现场开21枪，在地民众嘛慌惊精神。不知道是什么声音，我以为是说，人家开车的那个，轮胎爆掉，蹦蹦蹦这样子，这不很吵。放鞭炮一样啊。打很多次，总共有2间人家厝的铁门，互枪击击着。现场阁有枪支壳，好佳在无人受伤。其中一间空壳厝2楼的外墙顶悬挂民进党关议员陈公显选举扛棒。伊讲过去捌接到恐吓的电话，还阁有跟踪的车辆，所以伊谴责这摆的暴力行为，呼吁警方得赶紧把嫌犯抓起来。在这个选举比较敏感的时刻，我们是严厉的谴责这种暴力的行为那也希望警方这边可以尽快的将这个相关的犯嫌来逮捕归案现场发现2户民宅。铁门遭子弹击穿，所幸无人受伤。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及相关基证。目前持续追查相关车辆及涉案人员。电眼除了翕到嫌疑车辆的车牌，还翕到一个疑似开枪穿黄衫的查甫人。苗栗警方强调，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初步研判是有人发生冲突开枪，人家厝受到损伤，排除甲选举有关系，会继续调附近的电眼，甲收集证据，追查涉案人员。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伫咧5月底受少年仔走去抢槟榔弹，佮用咸椒水攻击店员。警方伫咧半点钟以内就抓到人啊！嫌犯一个13岁，一个17岁，拢是未成年。因讲是因为无钱，才会走去抢劫。嫌犯伫槟榔摊假造要买物件，向向提犯啊姜水攻击店员。抢到物件了后离开，店员赶紧敲电话报警察，才拄甲门锁咧。嫌犯煞搁翻头转来，毋但将门砸无害，搁来抢第2摆。警方接到报案了后，伫8点钟内就抓到人。用那个辣椒水跟人家喷，没有办法抵抗，这个算是强盗，还进来2次，还一个把风，这种罪行很重啊，他不晓得严重性。这是嘉义市5月20尾的时阵，伫美新南路发生的槟榔摊抢案，警方接到报案。按照店员提供的线索，连面将2名少年嫌犯抓到，专案以涉嫌强盗罪移送少年法庭审理。涉案少年持辣椒水攻击店员后，趁机取走柜台现金逃逸。警方迅速于8分钟内在案发地点周边查获2名涉案少年，并起获部分赃款、辣椒水及相关证物。全案依涉嫌强盗罪移送少年法庭审理。根据警方调查，嫌犯会讲翻头抢第2摆，就是因为第1届无抢到钱。2位未成年的嫌犯，抢钱的才13岁，另外1位17岁，讲是身躯无钱，才会来抢槟榔弹。详细犯案的动机，警方阁需要继续来调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苹果日报1995年伫香港创立，2003年来到台湾发展。不过5年前是已经正式停刊。有民团就举办特展，希望民众会当了解这段历史，看香港为媒体发展的世代，行到即阵主权移交中国的变化，希望会当延续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报纸顶头写着大大的再会。2021年5月17日，台湾《苹果日报》发行最后一份纸本的报纸。《苹果日报》2003年5月初2来台湾，不过1995年6月20日就伫咧香港创刊，记录香港自媒体正兴的时代，一直行到主权移交中国了后的发展史。26年的《苹果日报》伫2021年6月20日结束。因为刚好是5年，然后就是回顾一下过去就是《苹果日报》就是报道过什么的新闻，还有海报，比如说那些漫画都有，就是很多文化面向的艺术面向的都有。大篇报道迄当阵的中共总书记胡錦涛特地引提，甲政权交予习近平的新闻。苹果日报定定用大篇的图文，而且正敢讲，追求言论自由的精神，伫台湾甲香港2个所在拢正出名。包括前总统陈水扁互人掠去关的新闻也有报道。2014年雨伞运动，香港《苹果日报》就甲现场的情形报道给大家知。雨伞运动的时候，有很多支持政府、反对苹果的民众就包围整个苹果大楼，用个吊臂把报纸吊出去，运到货车上面，然后再送到市区去卖。推广者强调，建立咧民主自由的台湾办《苹果日报》特展，是希望会当保存历史，互民众责任见证香港对英国殖民时代到主权移交，甚至自雨伞运动到反送中运动的重要历史报道甲文物，客观地展现历史，和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会当继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甲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互保珠海峡嘛恢复通行。原本双方19要伫咧瑞士谈判会议煞向法庭。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讲，是因为行程的问题才延后。也根据阿拉伯媒体报道，讲伊朗是因为袂爽以色列一直咧攻击黎巴嫩，才延后派代表团去协商。美国总统川普17签署美国甲伊朗的14点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也用所谓的方式来完成签署。华府10日证实已经解读伊朗的海上封锁。也若根据孙表对上网站的资料显示，荷姆兹海峡已经有邮轮驶过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日发表声明，讲会受理商船驶过荷姆兹海峡的申请，也讲通过申请的这商船会有60天免收通行费的这台步。به موجب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اسلام آباد به مدت 60 روز هیچ گونه هزینه‌ای از متقاضیان اخذ نخواهد شد و این هزینه‌ها توسط دولت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这项协议互两国紧张关系暂时落来，也毋过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18发表声明，讲家己甲华府的立场无共款，也毋过因为对总统甲国家安全委员会捍卫伊朗权利的信任，伊尾才来批准这项谅解备忘录。美国甲伊朗原定19伫瑞士的伯根斯托克举行伊朗核子计划技术谈判。根据协议内容，美国甲伊朗会有60天的时间来进行协商。也毋过上新的消息指出，这场谈判已经暂停啊。代表美方出席的美国副总统范斯讲，理由是行程甲物流的安排出现问题。也毋过英国卫报报道，范斯的特勤人员伫到空军基地准备起飞进前，行程向香港取消。也若亲真主党的阿拉伯媒体玛雅丁电视台是讲，伊朗不办以色列伫停火了后，继续伫黎巴嫩用兵，所以讲因迟派遣代表团。外界怀疑川普政府是毋是对伊朗让步来放弃盟友。对此，范斯搁再讲到，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绝对袂改变，不过也呼吁以色列必须爱有站在。He does not withdraw from Israel. No one could withdraw from another country the right of self-defense. Israel has the right to defend itself, but fundamentally, the Israelis,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have to respect this peace process that is fundamentally good for them and good for the entire region. 美国甲伊朗协议虽然看到和平的机会，也毋过瑞士谈判伫开局头一天，就因为以色列伫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被逼来法庭，为期60天的谈判考验才要开始啊！尔，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
古巴推动大规模经济改革，按算要放零房地产私有化制度，甚至开放外资甲私人的银行来进驻。变动会遮尔大，主要就是因为美国的制裁，致使古巴欠油、欠电、欠物资，政府就要想办法来挽救经济。古巴全国人民权力大会顶头，议员招拍扑啊通过历史性的法案，包括176项经济改革的方案，得到共产党中央还有95岁前领导人劳尔卡斯楚的支持。这则是古巴自1959年革命以来上深刻的市场化转型。En el empeño de corregir errores e insuficiencias, a la par que enfrentamos el cerco externo, hemos acordado emprender la siempre dedicada misión de abrir aún más la economía con prioridad para los cubanos residentes o no en el país。古巴会去用强迫行这条去用看作是极端的自由市场之路，是因为内外拢恶生活的生存危机。因为美国禁止燃料运送，古巴爆发30多点钟伤害性的大停电，粮食、药啊拢欠缺。联合国官员甚至阁警告，已经有囡仔因为欠药啊来死亡。为着省油，在地火车嘛为1礼拜3班，减到16天1班。Para regresar a ver la familia, dicen ellos que es en caso de apuro, de muerte, de no sé qué cosa, pero no va a haber más tren por ahora hasta que no sea, ¿cómo se llama? Con la nueva ley esa que ellos pusieron ahora。百姓的生活是足艰苦，别甲古巴政府展开真大改革方案，核心的内容包括头一摆开放私有房地产的开发，豆豆啊，甲国营的企业拥有股份的制度，允准私人经营的银行入来，而且取消私人的企业上济敢若会当请100个人的限制。虽然哈瓦那政府讲这是一项自主变法，不过伫咧美国的眼中，恐惊这敢若是和资本主义徛同边的选择。Fundamentally in Cuba, it is a system that hasn't worked. They can't make any money. Their economy is frankly probably in worse shape than the Iranian economy. 美国虽帮泼冷水，不过副总统范斯嘛讲，两国的关系无排除有改善的空间。也若古巴决定把市场的大门拍开，敢会当真正省到资金，挽救经济？答案还阁要交互时间来验证。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乌克兰18透早对罗西亚发动开战以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轰炸大型的油厂，造成17个人受伤，4个机场封起来，航班大乱。乌克兰强调讲是罗西亚迄边先甲世界遗产几乎修道院崩掉，这届攻击就是为着要报复。18透早，罗西亚首都莫斯科东南部卡波特尼亚的莫斯科炼油厂，互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后，请大量的乌烟，另外石油泡甲柴油等等物质也用甲规世界。附近的居民讲，袂输是咧落乌雨。这波攻击也互17个人受伤。莫斯科4座国际机场也关起来，500多个航班受到影响。Напуганные,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напуганные. Проснулись от того, что гремело все. Вышли погулять, темно, горит все. Очень страшно, страшно。乌克兰这波对罗西亚的攻击，拢总出动买1000架的无人机，是双方开战了后规模上界大的一届。其中买200架是锁定莫斯科甲周边的地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8去参加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约会议的时，有强调讲，罗西亚进前崩歹互联合国列作是世界文化遗产，有买1000栋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院。这波攻击就是乌克兰的报复行动，同时也要互罗西亚民众感受到战争的恐怖。But Putin is not stopping this war. He insists on continuing it, so the pressure must grow. 泽伦斯基当天也甲记者的群组传一段语音的信息。Але якщо буде палати Україна, буде палати ваша Москва. Тому ми ще раз підкреслюємо, що час закінчити агресію, час закінчити цю війну. 泽伦斯基18伫布鲁塞尔隆重参加5场重要的会议，其中包括甲北约欧盟领袖的会议。真济国国防部长承诺会协助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也若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也有进展。另外18当天，罗西亚总统普京参加主办的东协峰会，外交部长针对这届攻击，强调会继续对乌克兰展开定期大规模的报复行动。公司新闻景观庆编译。英格兰西北部一个无啥人知的选区梅克菲尔德，18举行一场关键的补选，工党左派的主亲人物必然是选赢，也这也代表讲伊有资格发动或者是参与争取英国首相的大位。
英格兰西北部梅克菲尔德补选结果出来，现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伯南以超过60成得票率选赢，成功重回国会。这场选举唔但走掉工党票仓，嘛有人当作是伯南挑战首相斯凯尔重要起点。Everyone knows that politics isn't working. Everyone can feel that the country isn't where it should be. Tonight just could, be the turning point. 现年56岁的伯南是工党重量级人物，捌担任国会议员16年，过3届当选大曼彻斯特市长。因为长期替英格尔北部出声，互支持者叫做北方之王。民调显示，伊目前是工党内上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嘛互人当作上有可能挑战斯凯尔的接班人选。伯南重回国会了后，乃当得到81个工党国会议员支持，就会当正式启动党主席的选举程序。But I do say to my own party, this is a final chance to change. 斯凯尔2年前早带工党大赢上台，不过执政了后争议不断，为政策大转弯，人事任命风波到真侪个员失职，拢影响到伊的名声。连个月工党伫连选举惨败了后，党内逼提声音更加大，差不多1/4的工党议员公开要求伊落台，包括国防甲卫生部门真侪的官员也陆续离开政治团队。一直拒绝落台的斯凯尔讲家己有完整5年的执政授权，若是党内发动挑战，伊原来亲身参选来迎战。公司新闻陈秋梅编译。新闻的最后，带大家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5度。南部的部分上低24度，上悬36度。东部是为25度到34度。外岛地区为26度到31度。过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第1台 AM 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